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咁今日咧，我哋跨年嗱，你哋而家睇到嘅時間應該係12點半至12點7度啦，你哋應該可以睇到噶啦。而家拍攝時間11點24分，仲有36分鐘就開始就2026年啦。咁祝各位觀眾新年快樂先，預咗喺呢度，咁都唔算預咗噶啦，因為你哋睇到一定已經新年。我哋今日會玩幾個遊戲嘅，咁偷走個老熊啦，我哋先玩咗。個 Skibidi Toilet，幾搞笑啊都。喂，有人，我一嚟就偷我東西，偷咩啊？哇！俾佢逃走咗添。打！哇！真係一入嚟，我哋想入嚟跨年拍個影片你得。凍結小精靈。企我住。核輻射2.4M， 夠有實力啊！3M， 5.2M， 呢個一定偷到嘅。不要緊我，原來佢推出遊戲啊！即刻有個新人。Nice！ 佢唔鎖門唔驚人偷嘢咩 Penguin Tree， 冇錯，就會咁樣偷嘢嘅人。哇！咁玩啊！唔係啊，大佬！射花我！哇！玩得好激烈，俾偷到啦！鎖定底座。哇！咁多人偷我嘢係咪？咁多人偷我的東西，消除啊 ！Nice！ CR7。佢都冇 BB Kiwi， 個邊位買 BB Kiwi 130蚊，可能咧。Pipi Potato， 冇話要買嘢，大佬。出手，爛嘢，都係出手。哇！點啊神？佢呢度。哇！我當咩先？收起啦。總之我而家守護到我嗰個咩就得噶啦。其實唔好睇。哎呀！真係。唉，咁多年就想偷嘢，哇！出咗同伙啊原來，哇！有冇咩啲啊？喂！唔係啩？一跨年喎，佢當我公仔咁打。
退出伺服器有冇用啊？退咗先。太好吧！偷走個老紅啲人，不過我哋各位觀眾唔好玩偷走個老紅住先，我覺得。我覺得玩呢個塔好少少先。哇！好恐怖啊，大佬班人，啱啱不斷想偷我啲老虎迷啊！哇！Nice！ 我呢個之前同觀眾一齊玩咗好多次但我班觀眾都係高手，都係一個新手。0.0小時29分鐘42秒。哦，跨年。可能呢段影片有啲耐啊，因為係去到後期先開始做嘅。超級勁，如何？哇！嚇死我！我驚我又要重新嚟多次。佢哋唔知道，佢哋而家又要俾人打。哇！呢個伺服器啲人下手好狠啊，比較高手。Very OP。各位觀眾，而家我哋做28分鐘就嚟剩翻27分鐘啫。冇諗到今年過得咁快。今年過得好快啊，各位觀眾。由今年3月頭開始，今年3月啊定4月啊，留言區留言啊，如果記得嘅話，今年3月定唔知4月開始做呢個 YouTuber， 咁而家過咗幾個月，由一開初得幾個人訂閱，得1至2個人訂閱我嗰陣呢，去到而家30幾個訂閱，就都算好。而家嚟緊呢，睇我影片嘅但未訂閱嘅觀眾就快啲訂閱啦！我目標就係喺下年2026年年尾呢，就達到50個訂閱，就有跨年直播啦，就做。佢一直彈出嚟呢啲嘢。好啦，就嚟跨年啦，各位觀眾。33分，仲有27分鐘。今年開始進入倒計時啦，好唔想完喎呢一年。我想翻返去一開始第一段片嗰陣，不過第一段片嗰陣時我仲未錄完，去到接近第4段片啦，好似係，喺第4段片啊，嗰段 K65
飛入樓梯3嗰次，嗰時候就露個面，不過未做結尾，就之後嗰段影片就做翻個結尾啦，就慢慢有進步空間，去到而家。同埋各位觀眾，我之前呢，啱啱拍 Roblox 影片嗰陣呢，我仲未開始，我仲未玩 Roblox，我仲未玩過 Roblox 派啦，即係嗰陣時我仲係新手嚟，跟住而家已經係老手啦，已經玩咗1年多。哇！哇！唔係啩？各位觀眾去到呢度要你哋嘅支持，點讚、訂閱、收藏同埋分享俾你哋啲屋企人朋友們睇，令到我更加有動力通關。就係呢段片，跨年2026年。向住我目標50個訂閱，未訂閱嘅觀眾快啲訂閱，我要喺度重複好多次㗎，認真玩翻先，好多嘢彈出嚟喎，問咩事？哇！Oh my god！ 各位觀眾，又跌翻落橙色區域咯。No way, ain't no way！ 各位觀眾想我快啲通關嘅，俾一啲動力嘅，我喺度講一次，唔該點讚，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啊！同埋呢，我哋喺新一年定一個目標，至少去到40個訂閱，好冇？各位觀眾，想唔想睇我40個訂閱，同埋35訂閱嘅普通話特輯？我仲差2個訂閱就到35個訂閱啦。想睇我普通話特輯嘅，就快啲訂閱啦！哇！佢個梯係假噶！哇！No！ 各位觀眾嘅，呢個時候要好需要你哋支持，係非常需要嗰隻各位觀眾幫手訂閱、分享，呢個係我最需要嘅嘢，開大利人啦！同埋嚟緊2026年，想睇我喺 Roblox 度拍咩挑戰影片啊，或者有玩咩遊戲啊，盡量會滿足嘅，就視乎我。不過有時我就會出片有啲耐啦。如果視乎我有時喺度，我會考試，我學校都會有考試嘅。各位學生嘅觀眾應該學校都會考試啦，所以有時考試嗰陣呢，我就會停更一陣嘅。哇！又跌翻落嚟呢度啊！各位觀眾，我索性咩？我重新嚟喎，扣咁多血都會咩㗎？唔緊要，重新嚟喎。
，nice。就20分鐘倒數散，就20分鐘10幾秒咯，大概10幾秒，40幾秒，就咩啦，就新年啦。各位觀眾，好唔捨得2025年啊！估唔到2025咁快就完啦。啱啱先完咗個2024，跟住之後就而家就完一個2025啊！呢一年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，真係有啲掛住呢個嘅2025年，但係而家掛住都冇得掛咯，因為2026年。不過可以用記憶或者相片留住你哋以往嘅回憶，同埋如果你哋想留住，想睇下我之後嘅影片，或者我50訂閱嘅直播，咁你哋就喺度撳下呢個掣，呢個就有2個字嘅訂閱或者英文 subscribe， 好需要你哋幫助，唔該訂閱，訂閱令到我達到40個訂閱。我跳上去，成日都有呢啲嘢，買唔買嘢喎？我差少少，不過唔緊要，再通過咁解啫嘛。我哋陣間就去企返喺惡整嗰度倒數啊，跟住順便惡整下啲人，等我哋新一年有個不好嘅印象。整錯晒呢啲嘢先。返到嚟啱啱嗰度啦。哇！有直升機啊！希望喺2026年之前可以破到呢個遊戲咧，仲有18分鐘到就大概18分鐘到就去到2026年啦，希望破到呢個 game 先啦。我幾日之前先同一個菜鳥高手切磋，菜鳥觀唔係菜鳥高手，一個高手觀眾。這樣看得出來了。哦 ，nice！唔通我哋真係可以破到？
哦，嚟啦！向終點進化，各位觀眾，我哋終點進化，向住終點進化啦，各位觀眾。其實我咁樣調動，不過唔得，太急了。唔係喎，真係可以喎，大佬。哇，唔想跌翻嚟。哇 ！Oh no！ 喂，各位觀眾。各位觀眾，有呢個時候，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啊！普通擊打，唉，有14分鐘。我哋利用剩餘14分鐘嘅時間通關，睇下可唔可以通得到啊！剩下15分鐘，14分鐘就去到2026。咁2026年啊，都祝各位觀眾身體健康啦，萬事如意，心想事成啊！都祝你哋開開心心啊！睇到我啲影片都會開心，呢個最緊要。哇！佢同我玩音嘅，13分鐘。哇！我唔好再拍片啦。Okay, let's go. 會唔會咩啊？會唔會？可以喎。巴掌戰鬥，no，群組打擊。唔好打！哇！該快啲起飛，佢都唔起飛嘅。哇！
What are he doing 啊？走位最重要係走位。起飛啊！唔起飛，佢唔起飛啊！我調翻轉之前，啱啱嗰個已經起飛啦。真係起飛！哇！跳翻啊！哇！好激烈下喎！9分鐘51秒，最後啦！哇！使唔使咁小事啊？哇！交槍補啊！有咁不電據咁佢有槍補，偷錢！哇 ，nice！ 沒有打中啊！好啊，打人打中我。我銀河拍無敵㗎。哇！起飛啦！追下來了吧？喂，發完畢，是怎樣啊？我坐進來了，我好穩啊！哇，我是駕駛啊！在上面。就係咁簡單。哇！佢真係，哇 ，nice， 哇呵，我打我哋菲律賓啊！唔該想帶我哋菲律賓啊！
差5分鐘，仲有6分鐘去充電。墜機！冇啦，原來點樣搞啊？各位觀眾點解我拎唔到啊？算啦，唔好理。唔好普通擊！電擊器，哇！電擊療法直接俾送一個電擊療法。哇！直接送一個電擊療法嚟倒數啊！電擊療法，哇！電擊療法再嚟一個巴掌療法。唔錯，哦，打人啊！有人好兇猛，你啲嘢，一個新年快樂。哇！電子療法啊！電擊療法，電擊療法再電啦，得啦，我要咩？要2分09秒。電擊療法啊！唔係喎，唔識咁喎，嚟啊！1分鐘41秒。電擊療法，電擊療法我得，我仲喺度，電擊療法，送下我最喜愛嘅電擊療法。電擊療法咗嚟先，嚟啊！嚟！電擊療法 ，nice！
41秒。太 crazy 啦啩！會唔會避免太難開啊？OK， 各位觀眾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各位觀眾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啊！各位觀眾，以電擊療法 ，OK， 電擊療法啊，yeah！Nice， 等陣啦。OK， 我仲係2025年。嗰個年齡驗證係可能聽朝先開始啊！各位觀眾，仲有時間啊！不過各位觀眾，我先結咗尾先，祝各位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咁今年我嘅目標50訂閱，或者至少都40個訂閱啦。咁請各位可以訂閱嘅就訂閱啦。咁我喺度嚟多個電擊療法俾佢睇。電擊療法，我巴掌手療法。OK， 各位觀眾，新年快樂啦！咁祝大家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